光咱来，咱嘛就是个吼，咱斗阵来以第一站甲第二站。
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大家好。咱的聚会马上就要开始吼，那请兄弟甲恁的手机甲切换到静音的模式。当咱要奉主的名要开始今仔日的主日的礼拜，请司琴奏乐。有耳孔的，就听信息，甲遮个教会所讲。咱兄弟，咱大家来听信息第27次，上帝做阮代代帮咱，请起立。
也就是咱的时间第2天我来起请兄弟来念。一帮声书宣华，敬佩天下之美好汉事，世上的君王徛起来，将要为他要抵制耶和华，讲咱着踹断伊的捆绑，坐伫天顶的要笑。迄时伊要伫伊生气中来对伊讲：主讲，我已经设立我的王，我要传圣旨。你是我的囝，你求我，我就从列邦互你做基业。你要用铁拐拍破伊，担任列王就有智慧，就用敬畏来服侍耶和华，就用嘴亲圣囝。因为伊的生气要紧急发出，咱三角压头来祈祷。阮伫天顶的爸，创造天地主宰，阮拢是有福气的人。虽讲最近伫台湾有济地动，阮游园。因伫即时阵，离你的全能的宝座下面，徛久安心，避免遮个大地动。即时阵，我要感谢你，互阮众人会当主入三角内保罗敬拜主。主啊，阮无要做戆戆无知的百姓，阮有目睭。我要用我的目睭来看，我要用心来看，看你伫世上所做的作为。阮也有耳孔，我要专心来听你的话。求你互阮目睭所看会当明白，耳孔所听的会当理解。因为主，你是阮代代的帮赞，也是阮将来的盼望。最近教会有济人，无论是幸福小组，无论是教会1楼甲2楼小散的工作，愿主你亲自带领阮所有的同工，愿你赐下迄合一的心，愿阮所做的一切拢得到主你的欢喜。阮祈祷不足的所在，要我用你教示阮的主导文。继续来祈祷。愿天的父，愿你的名是，愿我平安，你的心健康，你的心平安，我的心平安，下面万国，一万下面万，所以万阿门。我来读兄弟来看。恁遮的囝要听老爸指示，要注意来得到名利。这时阵，咱请信华队来带咱三角来辅导咱的主要唱的
歌是就来到主的圣殿。这时阵，咱要来请咱教会道志杰牧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听到理解为止。现在兄弟大家平安。先感谢上帝，当做伙来敬拜上帝，来领受对上帝来的话语。咱活伫这个世界。大家拢同款，一直听到一大堆的消息，一直接受一大堆无共的消息声音。毋过，咱无一定拢了解消息的意义。假使人若听到一项消息，知影伊的意思。毋过，却一点仔嘛无了解真正的意义是啥物，所以知影意思甲理解意义听起来是共款的，其实基本上是有真大的差异。无论当时当耶稣讲听啊！迄时阵，耶稣想要确定伫遐听到伊话语的人，毋是干那听到伊的声音 sound， 毋是听到伊的声音 voice。那样，耶稣想要确定伫遐的人会当理解伊所讲的话 message， 确定听到的。毋是 noise。剑桥字典 （Cambridge Dictionary） 将这个 voice 这个字翻译做人讲话的声，也是讲人伫唱歌的时发出的声音。The sounds
that are made when people speak or sing。所以问题是，咱来用咱来做例。当师会伫读圣经的时，当新歌队伫献诗的时，当讲道者伫讲道的时，会众你啊，你听到的是 voices， 是 sound， 是 music， 还是 message？ 我细汉的时，妈妈甲我讲。你啊，你进去楼骹去柑仔店，去替我买一罐豆油转来。伊讲即句话每一个字我会听有。几年前，医生甲我讲，你的状况需要改变饮食的习惯。所以，我建议你3个月莫食咖啡，袂使食咸的，阁毋通啉啤酒。医生讲3项尔，安尼你听有无？伊讲每一个字我拢听有啊。有一日，我的太太牧师娘甲我讲，透早，请你先食物件，搁来啉咖啡好无？每一个字我拢认得，毋过以上的我拢回答讲哦。耶稣的意思是讲，你毋是干那爱听记知影。我讲话表面上的意思，是爱了解我甲你讲的迄件代志后面的意义。爱听到的是 message，not only voices，not only music。当一个人愿意拍开耳孔，听见迄位生命的主甲伊讲话时，理解的能力就踮于临到。亲爱的弟兄，理解是一个人价值观系统的表现。理解会决定人生命的方向。理解会影响人的行为。理解会当塑造一个人的生命。理解包括人面对世界的时的观点以及回应，到尾就产生人对世界的看法。人活伫世间，每一个人拢有家己对世界的看法，不过知识甲理解是无共。知识是了解，也就是讲，每一个字我拢听有，毋过无一定理解。理解却是将所有的财物、知识变做真实的行动以及伊生活的方式。安尼，到底财物再又会变做理解，再又将 voices sound 变做 message 听有。咱会当安尼看。当咱游玩是一个细汉囡仔的时，你对大人的心情看见一项代志，就是必须爱洗嘴、爱刷牙吼。若无，你嘛知影，就会喙齿疼，还是救起蛀牙，你拢知影。总是咱的知识爱变化做理解。
是对你甘愿家己去洗髓迄日开始，理解才会变做你的生活。理解就是将所有你知影的消息，伫头壳内底慢慢啊长大，到尾变做你的行为言行。其实，有真侪基督徒，其实所有基督徒拢知影，伊应该去别人去传福音，即大家拢知影。毋过，无一定大家拢安尼做，为虾米？这是因为伊无了解传福音这件代志。伊头脑知影需要去传福音，不过伊对这件代志是无理解的。一个人的生命中有真侪财物知识，是咱毋捌理解过的。咱嘛有一寡观点，可能咱永远爱袂去理解。这种状况，亲像一个人实在上帝了后。伊本来毋捌上帝，伊实在上帝了后，伊有缘活伫罪恶中间。即款的人知影犯罪是无好的，犯罪是袂使的。不过，伊有缘继续去做迄件代志，伊头脑有一方面的知识，伊嘛知影安尼做无好。毋过，伊的财物、伊的知识，还未转换、转换，成做伊的理解，都还未成做肉体，都有缘是这个抽象的教导而已，永远只不过是道理呢。再来，有的基督徒可能有食薰的即款的歹惯性，毋过伊无法度改变。伊知影食薰会伤害身，毋过伊却无法度莫继续去食。食薰伤害身体，这个是一个知识，毋过伊还未转换。会理解，简单讲，这件代志道还未道成俗事。有这个全世界拢知影的观念，就是这个人的心定伊的行为。不过，有时阵信念吼，若无够坚定。就无法度解决定人的行为。亲爱的姊妹，有一个比信念更较强烈的物件，会当掌管人的行为。这就是对开始讲到现在的理解。理解甲财物是无共。当财物知识进入人的心。开始咧掌管影响人的行为的时，财物会慢慢提升，变做理解。这种状况通常发生伫一个人实在上帝了后，伊的观点开始慢慢伫改变，总是伊的行为有缘是原来的款的。安尼会怎样？要安怎？人若想要真正想要改变，有啥物代志是必须的？就是理解。理解会当互人改变的力量，毋是干那知影道理尔，会互人有魄力、有能力，会活出伊所知影的。
道理，这才叫做真理。面对这款信仰的历程，乌克兰有一个牧师一提出4个彼此相关的关键的重点，这就是无共层次的，就是知识、觉知、理解变做智慧。知识就是人接受的声音、文字。各项所有的消息，拢总的总和。这代志只不过是头脑内底的知识尔。再来就是爱觉知，做我知影的代志，这就是人的层次。觉知是想要追求实现理想。所需要的困难，我用一个例来讲，假使某位人想要假做一个好业人，他想要变成百万富翁。伊变成百万富翁的目的很简单，伊希望用财物来支持福音的事工。伊看起来真好，无毋对啊！你问我赞成啊？所以这个人就开始在听迄个一方面的怎么样录音带，现在有录音带啦 ，CD 也没有 CD 啦。你可能是伫网络顶头，还是去买迄个有关一方面的演讲，还是研究。所以一直听，听成功的人，使又变做好业人。你群读成功人所写。有关管理财务的册，伊拢总伫读。伊嘛献费圣经，记录一切上帝讲究有关系着丰盛、丰富、富足的经文。伊收集这些东西是想要实际上应用伫伊的生命中间，伊真正想要。假做一个好业人，变做好业人了后，伊会当用伊的财富帮助福音的事工。伊真正安尼做，伊并毋是干那纸上谈兵而已，毋是嘴讲尔，伊是挑工照伊要实现的目标来行，照期间去做。若无，伊无可能成功啊！当知识变做一个人生活的方式，而且伊也照即款的方式去生活的时，理解就慢慢啊产生。今仔日日即个，真侪基督徒伫拜日去教会。我讲全世界，因的外表看起来袂歹，伊的生活也袂歹，总是等伊登去厝了后，伊可能袂记哩查做基督徒的原则。等伊登去厝了后，伊活出来迄款，可能甲伊伫教会时。完全无同。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意思就是，因伫教会所领受的信息，有完留伫头脑知识的层次而已，还未换做伊的理解。接触知识会当进入人的思考。时，假使知识会当开始应对每一项决定的关键的时，知识慢慢啊会变做理解，煞着迄个人的生命就慢慢啊改变。接触开
开始去管理一个人的生命，心思意念的时，这个人就真自然会拒绝一切的罪恶，伊会决定无搁去款上帝无介意的所在，可能是声色场所，可能是走色财气的地方，伊对伊来讲拢无吸引力。虽然迄个人以前逐天拢伫遐，毋过即摆伊改变，伊无爱去参加，伊无爱去过即种的生活，即种的生活对伊已经失去吸引力。即便去参加生日的派对，有真一大款的酒伫遐，以前伊可能规暝拢伫遐啉，毋过即摆伊改变了后，可能一点点就好，安尼就满足。所以理解变做人的生活了后，伊甲以前的生活是完全无共。你会当有智慧去决定什么通做，什么毋通做，嘛有勇气去拒绝上帝无意爱的代志。当然，这个所讲的，甲顶礼拜所讲的是有关系。就是爱逐工伫操练，逐工爱孝念上帝话，逐工逐项代志拢爱操练，挑工去操练，慢慢啊，咱所吸收、所理解、所接受的知识、真理，就会当活出伫生活中间，基督的性情就变做咱的性情。咱了解世间人外口的世间人有一寡行为，甲咱基督徒所受的号召是袂对同，是袂害。所以咱离开礼拜堂了后，咱爱转去工作，爱当去面对这个社会，面对亲情，面对逐项的代志。毋通袂记哩，咱是受召的身份，所以圣经有讲，既然恁受上帝呼召行为，就符合伊的呼召，遐毋是。当知识变做理解的时，你会发现，你心情有快乐就出来了。无论伫什么款的场合，咱的行为举止拢是正直的。拢是会当荣光上帝。到底理解爱偌多，会决定人的人生。这是要直直操练，逐项代志拢爱操练。假使你想要得到有关财务方面的理解，安尼。你爱大声知影奉献的原则，这是上帝的律例，上帝命令人面对财务的时爱负的责任。我大胆的讲，最少是1/10的奉献，因为这是上帝互咱伫财务管理上的命令。虽讲奉献的时，内心总是毋甘，毋过当你真正安尼做的时，你真正会经验到上帝是真国活的上帝。因为圣经有记载讲，万分的耶和华，你就用10分的1分，完全送入土房，互我的厝有米牛，用这来饲我，看我果然甲恁开天的窗啊，将福气劈落来，互恁也会。这是圣经记载唯一会当试看卖的应许。若无去做，永远无法度经验到上帝是真国活。有一日，咱若经验到即款的应允，我就知影，即款的假释就变做我的理解。每一个基督徒拢应该
训读上帝的话，而且实际上将圣经的教示应用伫生活中，直到这的经文成做咱生命的一部分。每一个人拢知影，听主悲亲像家己，毋过无一定每一个人拢欢喜安尼做啊，也毋是，包括我。咱拢是共款，拢是爱阮佮伊的人行行。咱拢有真侪理由去解释我无法度听人的原因。不过，圣经毋是干那要求咱听咱的教会的会友尔听。上帝的命令甚至要求咱去听咱的对敌，替迫害咱的人去祈祷。亲爱兄弟姊妹，这毋是理想，这是爱必须勉励大家一做伙决定安尼去做，才有气氛。老实讲，我真毋茫有一天我会当小夸口讲，伫我的生命中间，没有一个人是我不喜欢的，没有一个人是我怨恨的。代表我现在还有啊。求主里面的帮助阮会当照上帝的意变做理解，我会当小夸口讲主啊，拢总是伊的恩典，即马我会当真自由去爱每一个。理论上，咱拢知影，无快生气，袂记哩别人的歹。但是，假如上班的时候有人陷害我，在菜市场有人骂我，社会中有人不尊重我，不认同我，不跟我打招呼，打我，吐口水在我脸上，那有缘会当会生气。亲爱兄弟姊妹，咱会当直直地笑脸，直直地思考，爱知又会当活出无快生气。袂记哩别人的歹，即款的教示，我的知识永远留伫理论的阶段，那就无法度活出真理的自由。所以，我有决心，莫快生气。这个理论变化，才做实际上的行动。就是在今天早上。会记哩顶礼拜所讲到，这礼拜实在讲，我有直直地操练我所讲的，就是透早爬起来时，我无做其他的代志，我拢伫感恩上帝，甲上帝试看卖上帝有啥物话甲我讲。我超工去安静，超工莫食其他的代志，直直地操练。毋过有一天，我袂记哩啊。我直直去无用其他的代志，当一段时间了后，圣神咧提醒我，你毋是顶礼拜伫讲台讲爱安静吗？我随悔改，会当放下我所做的，然后开时间去侍奉上帝。其实大家拢共款，其实是足够生气的人。今天早上。我毋茫爬起来了后，我会当安静准备讲道。毋过爬起来了后，牧师就甲我讲：啊，我们的小狗打翻那个水吼，啊，意思是啥物？叫我去擦嘛。我本来有计划去安静去准备讲道，毋过这个事情就这样插进来了。以前我可能。马上生气啊！啊，这小狗不听话，然后为什么打翻那个？后来信神甲我提起讲，这就是你讲道的操练。所以我马上
改变我心情，乖乖啊去擦，然后回到书桌，安静伫上帝面前。亲爱兄弟姊妹，这是真简单的礼物，我实在决意想要安尼去做。有一个基督徒会晓背圣经中间济济的经句，总是伊无法度完全照圣经讲的话得换。兄弟姊妹，咱一定爱互相鼓励，毋望彼此搁较进步。亲爱兄弟姊妹，咱会想看卖，教会若照教会所理解来换。那教会敢会可能无发生大复兴？教会哪会照教会所理解的话来活？教会一定会成长，万民拢要做主的学生，主将得救的人日日加添互教会，理解上帝话会当保护咱。大家拢知影，上帝会保护咱，不过为什么基督徒有缘陷落伫失志烦恼内底？基督徒伫拄着患难的时，伊若无袂记家己是属耶稣的，就会受到黑暗关系的影响。所有的受害者通常会问讲。上帝哪会无保护我？这种的例直直伫发生，逐工拢有人伫问。其实，这款的答案真简单，上帝已经将伊的保护提供互咱，只不过想要将这个知识爱变做理解，就是有一条路行行，就是实际应用伫生活内底才有效啊。你若想要理解，就是当你拄着患难的时，信心的神的灵会听你所讲的话是安怎讲？这款的知识才会当诚做变做你的理解。当你理解上帝话时，你就得到顶牌魔鬼一切的火箭。比如讲，我知影，无论我去到倒位，圣神拢甲我同在。真侪人拢了解这个道理 ，right？ 不过，人必须将这个知识变做实际上的行动，特别是伫为人为着急烦恼。爱了解、理解上帝甲我同在，才会当活出上帝所应允。才会当将上帝话伫阮的内面活起来。理解会当将咱足侪年所领受的教示变做咱的行动。当咱认捌上帝话，讲将伊行出来的时，就会救咱脱离侪侪的试探以及失败。魔鬼常常伫铁树信道耻笑，因为信道基督徒根本就活袂出属天的气量。逐人拢知影理论上，什么应该做，什么无应该做，毋过大家拢做袂到，因为因并无用心去实现上帝所讲迄项业力。今仔日所读的圣经是记载伫箴言4章第1节。
信大语翻译做我的囝儿，就听老爸的教示，就专心学习，才会明白。伫即10经节内底，包括理解几6项的关键，就是听，中文翻作倾听；第1项就是专心，中文叫做留心，然后就变做理解，大意翻做明白。即10经节内底真重点就是爱专心，专心就是好给予最大的注意力，专注在这一件事情上，安尼才叫做专心。咱的信仰中间到底专心伫上帝的成就有偌济？转礼拜讲道的建议，咱需要开时间甲上帝讲话开讲，专心效念伊的话，照伊的应允来祈祷，挑工用一段时间，可能搁一摆听讲道的信息，常常接受上帝的话，安尼咱的属灵生命才会当成长。世间有侪基督徒真稳定地参加教会，聚会毋捌老交去，逐项聚会嘛毋捌参加，毋过伊的生命却无明显的改变。这是这个世代真悲哀的代志。咱逐礼拜来教会聚会，若是有缘无法度活出血力，这是咱需要思考的。除非咱将所听到的真理理解，成做咱生命的一部分。弟兄姊妹，听，直到理解为止。爱确定有听到也无，有，到底听到是啥声音？到底听到的是 voices 人声而已？到底听到的是 music， 还是听到是 message？message 就是主要对你说的话。message 只能靠你自己把它活出来，才成为你的 message。听，直到听到为止。我们一起来勉励，先请诸位来祈祷。因为上帝求你来里面，阮互阮有决志的心来，决意来接受到逐项的教示，会当有决心活出来。互阮会当，若是干那是听。来听到为止，就咱来保守，互阮活出有气力的生命来见证上帝国话的权能。我安尼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请兄弟大家起立，咱来唱归言的诗歌，圣诗第242首，主求你怜悯我。你。
收音是丰盛的时间请书写的刚刚。这时阵我来报告吼，下周要国赛东港甲顶一礼拜有会动作，请咱大家家己来看吼。咱来看本会消息吼。第一点今日下晡吼要开幼儿园的董事会吼，请有关的东港准备先来参加。第二，后礼拜初日下晡的1点吼，要开定期的养鸡会吼，请东港同款准备咱先来参加。后礼拜特别要邀请少年团体的会长吼来参加，就是来报告。第三点是咱王龙子的张老娘吼，昨昏的告别式已经完成吼，请咱大家继续为遗族来关心来祷告。第四点吼，咱5月12日吼是台语甲华语的联合礼拜吼，有洗礼的兄弟姊妹吼，恁应甲牧师也是甲咱的干事报名吼，咱来方便咱安排只要真理的课程吼。咱5月12日迄天吼，咱有准备爱餐吼，请兄弟家己来准备需要的餐具吼。第5点吼，中会妇女时间部决定于5月10号吼，礼拜5上午9点半，伫大潮埕教会吼办庆祝母亲节的感恩的礼拜吼，欢迎兄弟吼，会当踊跃来参加吼。要参加的人应到公布栏吼登记报名。报名截止的日期是4月28号。第6点吼，咱后礼拜要邀请郑鸿辉牧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我的祝福。第7点吼，咱教会即摆有4组的幸福小组已经开始开始咧推行吼。时间咱大家来看吼，邀请咱的朋友慕道友来参加吼。其中尤其是咱的橄榄树小组，因的时间吼顶头写的甲有咧小可小顶头写的是7点半甲9点吼，其实因即摆改做6点15分就开始啦。6点15分即个幸福小组举办迄个爱宴吼，
咱伊邀请今年主会信息讨论分享的时间是为7点到8点45分吼。啊，这组真特别吼，这组针对的对象吼是咱教会吼，咱可能真久无来教会啊，咱今要邀请这个真久无来教会，也是3不5时啊有来教会但是无稳定也无参加小组的会议吼，咱来邀请他们来参加感染素小组吼。因的时间再我搁讲一摆吼，因6点15分就开始有准备办暗的聚会吼。那关怀带导的部分吼，即摆伫厝的调养了有谢惠美、曾文德、杨义珠、郑明霞、林黎敏珠、徐建林、翁明达、林长青吼。即摆搁咧住院的吼，有马来基、李希明、洪本展弟兄的亲吼，请为他们来代祷吼。那咱教会继续为对花莲地东的大岛吼，求主怜悯保守吼，遮个受灾的家庭吼，求主来亲自来安慰因吼。第4点吼，咱教会即摆开始准备要做1楼甲3楼的修缮的工程吼，请大家对这项的时间吼来代祷甲奉献吼。下骹咱顶礼拜的奉献的数字吼，请咱家己来看。如果有问题，请恁甲会计来来更正吼。即摆请牧师来补充。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来先来看吼，就是第3点吼，第3点，咱伫昨已经有完成咱敬兄的一个王永柱丁女娘的告别式，就是庄仁兄咱教会的庄仁兄的妈妈因今仔日厝内面的人过来咱起立甲大家兄弟姊妹说多谢像我常一句讲说多谢感谢兄弟姊妹咱们来参与以及关心大道，祝祝平安，这个家庭好幸福。过来咱看第4点就是咱即摆大概教会咧看即个消息特别是有所有的活动，差不多2礼拜前会看遮个活动一直到活动开始，迄礼拜就无搁看顶。所以差不多拢会用2礼拜的时间，所以咱共款即个要洗礼兄弟姊妹咱拄好5月12号嘛是联合礼拜，嘛是圣礼典，圣礼典内面有成人洗甲幼稚洗。即摆有一个家庭的幼稚有报名，已经有一个家庭的幼稚有报名要幼稚洗。为啥物要提早这2礼拜？就是咱要安排即个基要课程、真理课程的即个上课所以邀请兄弟姊妹，咱当然恁来教会真久未要洗礼兄弟姊妹，邀请咱来准备关心，会当来报名参加遮个老师安排的课程，这是第4点甲兄弟姊妹来分享。第6点就是咱地方卫牧师伫今年度可能即个后礼拜就是最后一摆来咱教会遮来事工过来当然或者较久久咱会搁邀请伊因为地牧师真无闲听讲有要搁出国本来个月的时间所以伊这题目特别伊的题目真好伊将伊要带来祝福所以后礼拜请兄弟姊妹踊跃来参加来听地牧师甲咱的勉励，所有的兄弟姊妹咱的勉励好，咱搁重要的就是教会幸福小组咱会看这幸福小组有4组，特别有3组拢伫教会内面有3组这无道友加即摆差不多特别我20位这4组内面咱安尼加减起来，特别我有20位的无道友，咱若会当伫咧6礼拜了后、8礼拜了后咱就会看到因若拢总接受耶稣基督真做因性命救主，咱就会当看到遮有20位左右的兄弟姊妹伫遮来洗礼，
所以这是一个真好传福音的方式。有一组较特别，因伫咧社宅社宅活动中心遐，所以牧师有一个想法，亲爱兄弟姊妹，细师，你敢甲讲我的社区，我需要开伫我的社区做幸福小组，你甲牧师报名，讲咱当然会想办法，咱派一组去遐来做传福音的事工，幸福小组，所以你会当甲牧师讲，牧师，咱下一摆，即摆已经开始有4组，下一摆的时阵。邀请兄弟姊妹，咱来想看觅，你甲牧师报名，讲牧师，阮的社区，我甲咱张数借好啊，看会当咱兄弟姊妹，咱做阵伫个迄个所在开即个幸福小组，咱伫我的社区来办，以上，过来咱来，即个有一位新来的兄弟姊妹，叫做张丽丽姐，是毋是丽丽姐，来，咱请起来，互咱拍鼓啊，来欢迎，欢迎啊，伊是伫高雄做羊国语咧拜堂聚会，但是即摆已经住南口，即摆已经住南口，咱搁一遍拍鼓来欢迎伊，以上报道。感谢牧师的补充咱所来咱来读今仔日的经句，今仔日的经句是伫耶利米书的第5章第11节。咱大家来读咱读2摆讲我你的百姓啊，你有万水有地方，咱听这个话，讲我你的百姓啊，你有万水有地方，咱听这个话。上营咱来3个起哩来唱。信息第508无路边地万恶本源。信息的感动，叫恁正南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永远远无尽。阿门。
对，有，这个很好。啊，你见了无看？伊咧，他搞太阳能的。咁每一個方。